感谢碧君为咱的连续报道，咱继续来看台股今日是搁再创新高，盘中就冲破23000点，收盘是收伫23209点，大起452点，敢若是今年到达，就比去年规年起较济。呀，台积电嘛是起38块，即嘛是981块，搁再创下纪录。咱做回降息预期升温，加上 AI 大公司回答。期待超过微软变做全球的冠军。美国四大指数收红，国内台股早盘走势，以22858点开出了后，一路开悬走悬，盘中冲破23000点的大关，创下历史纪录。也若宽王嘛，搁一届发威，台积电上悬8到984块，大起41块，贡献指数差不多348点，创下新高。另外，亲像联发科、鸿海嘛，拢大起超过4%。美股目前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，即使真的涨了太多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加码在 AI 的股票，台股基本上沿着这样的 AI 的主轴在往上攀升。如果 NVIDIA 持续在上涨的话，你看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者。那接下来如果台积电涨，台湾的 AI 的概念股可能都有机会往上去攀升。事实上，第一波人工智慧 AI 应用的风潮，好站在商机受到注目。辉达股价18大起，叫做华尔街上界有价值的公司，盘中股价起超过3%，超过微软，收起3.51%，一个135.58块的美金，创下历史新高，期待超过3.3兆美金，拢叫做推进标普500加权上大的力量。另外，最近台积电 ADR 直起，嘛叫做全球第8大期待公司。It's a bit surprising. They certainly are in a business that should have substantial growth, and obviously investors are already accounting for that. What my concern would be is how long the growth can be sustained. 分析师表示，台股去年宏观收伫17930点了后，今年1月份开始，受到台积电大起的推动，一路压悬。指数一直创下新高，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起超过5000点。不过台股起这波是真紧，阁真急。虽然有台积电带动起势，不过嘛出现中小型股较慢补起的行情，要是要注意风悬调节卖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